收看台视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造成咱的命脉，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，真心经过着山盟海誓。山盟地你爱你无后悔，相信相信。相信时间会替咱证明一切，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，真心经过着山盟海誓。山盟地你爱你无后悔。相信，相信，相信时间会替咱证明一切。无啊，你即摆转来啦？啊，等你食饭等几工也无看人，我来照脚吼，我菜平平。别，我食过面啊啦。你食面？啊，你去外口食面，无等来食。哎呀，你是毋是知影甲伊讲着话？啊，毋敢等来看着阿爸。你拢知影？我哪毋知？哎呀！啊，你若去甲阿爸讲安尼啦，你若讲伊自私啦。你知影你甲讲阿爸心内偌艰苦无？这我当然嘛知影，不过我嘛唔甘愿看你伤心啊。对啦，我哪会伤心啊？我若真正要伤心哦，你甲阿爸冤家，我才是伤心啊。好啦，歹势啦，算命啊含办。好啦，啊，等话讲就讲啊，无安尼好无？哎呀。你去甲阿爸回一下信息。阿爸人吼，伊对我足可爱啦。你若甲讲的吼，就无代志啦。啊？嗨啊！啊，真是无去回信的。你敢知你我足歹做人，你知无？好啦。啊，你是毋好甲嘴讲的呢，真正去回信的呢。我保证啦，啊。你着保证爱去哦。你吼，去甲阿爸讲的吼，你若无代志就好啊。安尼我较放心，我就转去诊所上班。你要转去诊所上班？是毋是阮阿爸甲你骂，你才要转去诊所上班呢？无啦，你嘛有袂讲啦，阿爸哪有甲我骂？啊，无你哪会雄雄的讲要转去诊所上班啦？啊，都我。无啦，我今日转去厝的，我看阮阿兄家一个，也要包药，也要注射，家一个拢无骹手。我想想哦，我也是转去甲斗相共好。啊，无剩大我感觉还阁袂找着护士。啊袂啦，啊，就即马护士足歹找啊，人个护士拢嘛要去大病院啊，哪有人要踮咱即个庄脚所在啊？你安尼讲嘛是对啦。安尼哦，你转去斗相共，安嘛是应该。啊，你当时要转去？明仔载啊。
决定转去林家诊所上班的迄一年，阿梅发现伊家己有囡仔。阿梅虽然心肝内真欢喜，也毋过嘛是充满了不安。所有的代志拢是遐尔啊坎坎坷坷。即马又阁有囡仔，等待囡仔出世了后，伊到底会当互即个囡仔一个什么款的环境呢？阿梅的心内充满了惊吓。阿爸，食袂啦？我家己来啊。给太久不讲。哦，多谢你。阿爸，哎，几下我先来食看下哈。好食好食，有效啊面。有影，你即摆煮食愈来愈厉害咧。我是惊你食袂好。袂啊，哪有袂好？阿爸，我等下要去诊所上班，你有需要先去甲你买倒来。免啦。这鸡仔饲了真好食，真赞。赞，腰骨的鸡翅。你转去的时阵吼，惊较细哩，啊，有的空就搁闭开吼。好，啊，今日唔够水吼。好，多谢哦。哎，细哩行哈。好，哎，阿母，哎呀，食，要啉茶无？我听互你。恁管我啦，啊无用做你去无用，等你无用好，咱才开讲吼。安尼吼，好阿母，你等我先吼。来，阿母金菜。有。你会来，来，我叫三顿食哦，啊，今日唔够水哦，啊，莫食薰，知无？哎哈，每个空就搁开开。哦。我准备走。这药单互你，啊，你外口去等者摕药啊吼，好，多谢。叫伊一个。林煮饭，来着你哦。你这药啊吼，爱准时食呢，莫无你老镜头吼，如果牙吼是足艰苦的吼。来，给啉一寡水吼，顺行。阿母啊，啊你若一个人坐遮关心啊？无啦，我真久吼，毋捌看到你伫诊所内面咧无闲啊。啊，我拄仔咧看你的时阵吼，我煞向去想到恁阿爸。以前吼，你是恁阿爸上好的助手，啊，即马你犹原嘛是恁阿兄好助手。啊，不过恁阿爸，阿母啊，安尼向我上济啦。时间咧过吼，实在是足紧的，嘛才1万年啊尔，恁阿爸已经过身年外，连讲吼，换目睭一个年哦，可能就换到阿母吼，阿母，你莫有白讲啦，莫有白乱心啦。无代志啦。这间诊所吼，是咱林家唯一的事业。阿母看到你甲恁阿兄吼，安尼遮认真，还佫遮无闲，阿母看到到底吼，心内足欢喜的。虽然阿爸即摆已经无伫啊，也毋过阿兄嘛甲咱的诊所换较真好势啊。我相信阿爸在顶前，嘛会感觉足安慰。较况吼，也是都爱查某囝较大心啦。有你伫吼，你拢会甲阿母安慰。啊，我若佫继续伤心，安尼敢毋是足歹势？是啊，阿母，你会较欢喜的，哈。
好。闪啦！啊，免这么地步啦！妈妈呀，苦，想要帮你出一寡力尔，袂使。我是惊你目睭花花哦，扶我去看做菜瓜啦。你等安尼沾油沾唔着所在啦。唔咧花八摆啦！我是哦，目睭去互老爸看着，才生啊你这唔食囝啦。看啥？吃老母遐尔爱笑，真正是哦，老人囡仔是。水尔，安尼袂过瘾啦。甲我客气啥啦？我是恁囝呢，我甲你友好一摆啊。你这摆无啉哦，我该是无机会啊。阿爸，这是你上爱啉的酒呢。啊，袂紧啉啦。袂紧啉，无我客气你。啊，啉就啉，啊，就安尼下。你若搁下吼，恁爸是避免咯。无啊，我拄仔咧下两项代志啊。第一项哦，就是这酒哦，芳是芳，但是无啥够顺的。咁安尼？无你谈看卖啊？哎呀，谈看卖啊，真的呢。啊，担吼担袂出来啦。啊，都真顺啊，咁无顺。敢有顺？哎，唔是啊，你唔是讲袂紧啉的？啊，你唔是讲要挂单好境外，爱啉就去摕杯啊啦。我敬你。上高音啊！我知影吼，你想过来吼，比我吼搁较郁准啦。啊，爸啊想想啊，有时啊，我嘛毋对咧，啊，互你啊真为难啦。啊，后面啊代志吼，我是啊较爱面子啦，啊较爱计较啦，腹肠较下啦，啊，互你歹做人。爸，你慢慢安尼讲。袂啦，恁爸慢慢啊会改啦，会替你想啦。诶，啊，你拄仔讲哈，啊哈，啊第二项代志是啥？第二项哦，啊就拄啊，我伫船顶吼，捡到一个。嘿，啊这就恁爸的啊，高音啊，啊讲你戆哦，啊你嘛是真巧，啊搁会晓甲我捡转来啦。爸，你安尼讲呢，你可见唔知影讲恁囝偌巧咧。啊这安怎讲啊？啊无啊，因为我一直想讲吼，要灌一罐仔酒来甲你友好。哦。啊，但是我拄仔行喺半路的时阵，啊我那地啊茫茫的，煞无半仙钱。讲甲你戆吼，啊你搁唔信任呢？啊无钱煞要去用写哟，哈，这钱是生活之本啦，哈，钱啊开完哦，才搁趁
趁也无哦，才去款，款偌济，才搁继续甲写落去，这步你也学无着啊。我本来是有安尼想啦，我煞用哦，去想到讲，我就捡到你的皮包啊咧，嘿，安尼我有巧。你原来用我的钱，去灌迄个酒来甲我友好呀？你一个吼是怎样变法？阿爸，你毋是讲钱是生活之本？开你的钱哦，才是生活之本啦！开到恁爸的哦，恁爸就屈准啦！狗囡仔，你是知了？死囡仔！气氛都无啦。我甲你，我唱一句吼，你对我唱一句。我甲咱吼这平甲这吼美妙歌声吼，我传互你啦。来，你哪有啥物美妙歌声啦？双脚你真正老高哦，酒较好啉尔，你阁有啥物讲我传互我？那你讲迄个什么话？哇，你是去倒啉酒啉甲忙啊？阿妹，我去买烧酒啉啊。啉甲安尼啦？就老高，酒鬼，甲我灌到安尼。行好啦，家己见啉哦，搁怪伊我遮来，讲这啉酒功夫哦，我唔教你无，我是要教啥？行好啦，谢你啦。我今日上爽的。明仔载哦，明仔载的鱼掠足济啊。你咧啉甲醉，明仔载要爬起来。爬起来，那爬。哎呀，家己酒量歹哦，都爱家己小集者，唔通要招恁爸拼酒。阿妹啊，顾好，我要困。哦好，阿爸袂使无？不要紧啦。偷偷行呢。阿妹，阿妹啊，阿妹，你是当离开我呢，阿妹。我啥物拢唔惊，我就上惊你离开我。你莫为着我阿爸代志来生气好无？哎呀，你是咧讲啥啊？我有可能离开你啊！阿爸的代志我根本无囥在心内底，我阿莫讲，紧困吼。李秘书，阿基啊，哟，你哪有银行过来了？加坐加坐。好，多谢多谢。阿妹啊，明姨兄，这久无看吼？阿妹啊，你毋是去安啊？佫转来咧诊所做护士哦？对啊，我等下跟咱遐斗3工啊。明姨兄，你哪有银行来？你是专程来找阮的，还是有啥物代志啊？李秘书啊，阿妹啊，我甲阿姨啊有代志要讲啊，你。我知。来，加坐。好，多谢多谢。我等下讲吼。歹势咧。对啦。阿姨啊，有啥物代志？就最近这段时间啦，工厂内底一寡工人，迄个调查局人带去问话啦，母甲大家咧惊吓，日子是也够艰苦过的啦。而且调查局的人伫咧问话时阵哦，拢会问起李秘书你我话啦，这声是要安怎就好啦。这无啥物啦，调查局的人遐尔啊济，大家吼营营无代志做，才会去找工人的麻烦。因是安怎无爱直接找我，还是找鬼？颠倒去找遐工人安尼问东问西啦，佮透过遐工人伫咧探听咱收集咱的资料呢，安尼表示讲调查局哦暗中咧甲你调查啦。你也知影啦，
啊，调查局迄寡人吼，犯事比工人搁较济啦。啊，遐尔啊济食用饭的人吼，若无做一寡代志，啊，若无舞东舞西吼，伊嘛歹势来因顶头的人摕薪水。啊，搁再讲，你甲贵有啥物好调查的？恁是正正当当咧做人，啊，光明正大咧做代志。因若要调查，应该爱去调查恁头家，你讲对无？哟，你咧讲有道理哦。啊，反正咱若无做啥物歹代志，咱就免惊呀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李秘书啊，歹势咧，歹势咧，来甲你搅搅啦。莫安尼讲啦，啊，你若有啥物代志吼，你尽量来找我。好好好，我先来走吼。好，顺行吼。阿兄，啊，便宜仔来找你，到底有啥物代志啊？无啦，无啥物代志，啊，伊就找我来开讲。为你月车袂困，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你的工作你要好啊，爱小可上上，唔通猫哦。好，是。好，来，好来，较细腻，爱注意哈。好，医生先生。好。母，啊，你的面是真歹看啦，是安怎哟？你敢有无爽快？我无啦，毋是我啦，我无要紧啦，是春潮啊啦。春潮是安怎哟？我嘛毋知伊是安怎，我看伊安尼吼，规工神叨叨，啊，拢倒喺眠床，啊，甲叫啊，毋起来行行，我实在是足袂放心的啦。我毋知是，无错啦，要是我来甲看一下啦吼。行啦，安怎啦？是有要紧啊无啊？哈？嘿啊，安兄，要紧无？人就无安怎的。无安怎？啊，无安怎？我来看伊拢安尼神叨。哎呦，哎，春潮，你是安怎？哎呦，我春啊，春潮，敢会是有心啊？阿嫂，原来你无爽快是因为你有心啊？中意你吼，有心啊！啊，我安尼吼，逐工就拢伫咧等，我等讲我看伊当量早一工抱孙，即摆去互我等着啊，实在是足好的。你吼有囡仔伫咧吼，啊说你安泰吼，物件都加食一寡，看爱食啥尽量讲吼。阿母啊，你放心啦，这是你头一个孙仔，嘛是我头一个囝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家己，生一个碰配的囝。对，安尼讲就对啊啦。我甲你讲哦，咱林家的囡仔吼，出世大家拢嘛安尼碰配啊碰配，是偌古锥咧。对，安尼就对吼。哎呦，我实在是足欢喜的。哎，阿妹啊，厝里嘛有心啊呢，啊你咧，较拼咧啦。阿母吼，毋若想要抱内孙，我嘛想要抱一个外孙咧，吼。阿母啊，啊，你足贪心的哦。迄别项我毋敢讲，啊若抱孙即个代志吼，我是有了较贪心啦，啊贪心哪要紧啦，为着抱孙哦，我若小贪来去两家人哦，这我嘛甘愿，紧生啊，紧生啊，加生几啊吼，互阿母甲你斗娶嘿，哎呦，安尼实在足好啊，阿母欢喜啦，我你讲看你爱食啥，阿母讲吼，啊尽量甲你补好嘿，吼，咬，实在有影真咬，哎呦。阿兄，阿兄，春潮有心，你应该感觉真欢喜才对。啊，哪会家己一人一担要食油头盖面啊？阿兄，你心内有代志吼？无啦，我只是感觉真忝尔。阿兄，
我看毋是安尼哦。阿兄，我感觉明姨兄来找你以后，你着规个人变较怪怪。到底明姨兄找你有啥物代志啊？阿兄，你捌甲我讲过，你讲我有代志会当来找你，啊，你即摆心内有代志，哪捌甲我讲？毋是我捌来你讲，是你知影嘛无法度。敢讲，迄工厂的代志阁还袂结束是？调查局的人已经出面啦。哈？调查局？恁这单纯的工人，你若要调查，是真是？不过你会遮尔烦恼，我毋是干那烦恼迄寡工人的命运，阿兄，还是你搁烦恼村头有新的代志？其实我知影村头有新的时阵，我本来是真欢喜，啊，毋过我心内我有一种真不安的感觉，煞互我欢喜袂起来。我若去想着家己的未来，囡仔的未来，这条路若继续搁行落，我会变做安怎？无人知影。偏偏这个时阵，村头阁有新啊！哎呀，我感觉我根本就无资格结婚，嘛无资格生囝。我无亲像恁爸母遐尔勇敢，恁爸母明明知影家己有囝，啊，阁用个无顾一切来牺牲家己。假使若有迄天，我敢做会到？即马我特别有钱啊，才会了解岛上的心情。少年的时阵，我竟然嘛岛上惊死，嘛以违背理想，我是遐尔啊自私，遐尔啊自私。我已经是一个真自私的后生，我惊我会变做一个真自私的老爸。村啊，村长，你人无爽快？无啦，只是感觉胃小可做做安尼啦。村长，辛苦你。恁若安尼讲咧，生囝本来就想查某人义务，搁再讲，会为着你，为着恁家，生一个做囝，我嘛感觉足光荣，足快乐。毛村啊，啊你是安怎啦？看起来敢是真欢喜呢。无啦，哪有？真正，你唔通骗我啊！我知啦。毛村啊，我搁袂问你咧，你是较喜欢查甫，还是喜欢查某啊？查甫查某有啥无共款？当然无共咯。若准讲吼，我生伊是查甫，我希望下摆会用甲你共款做一个医生。咱林家三代拢是做医生的，嘛算讲是医生世家啦。若准讲吼，我生伊是一个查某，我也希望咱会当好好栽培伊，做一个护士，就甲阿妹共款。下摆啊，通甲你斗骹手，你感觉安尼好无？
你若捌讲话啦，是毋是你无解我这个计划啊？还是讲你感觉查某囡仔人读书毋免读得遮尔悬？无啦，我无这个意思啦。查甫查某在我的心内拢共款，因若欢喜，想要读啥物，我拢栽培。只不过，只不过啥？春潮，假使若有一天我无伫的，也是咱兜发生啥物代志，咱的囝讲无一定永远拢无法度做医生做护士。迄个时阵，你敢有啥物想法，还是啥物计划？无春啊，你哪会向我讲这款话啦？你毋通甲我吓惊哦！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你哪会讲这款败记掉的话啦？无啦，你心莫遐紧张。人活在这世间吼，总有互人想袂到的意外。若总讲有一天，我会去足远的所在，我只是要知影你是毋是有够坚强。无春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等你转来。阿母我会照顾，囡仔我会请养，你莫乱想啦。好，安尼我就放心啊，春潮。这是你家己讲的，以后若毋管发生啥物代志，啥物意外，你一定爱坚强，好无？呸呸呸！乌鸦嘴啊你！我不爱你安尼讲，我不爱听，我不爱听啦！你莫乱讲话哦。食饱啊爸？放下就好啦，你再来收啦。哇！你搁讲要甲我斗收，你吼凊彩骹咧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我顺续替你洗洗啦。好啦，你甲洗哦，洗好清气哦。好好好。阿妹啊，当你归我咧，阿妹，啥样唔叫我上惊你离开我，因为为着我阿爸代志爱生气好无？千万唔通离开我，哦。你是咧讲啥？我有可能离开你啊？阿爸的代志我根本无放在心肝顶，我阿莫讲，会紧困吼。等你嘛行较紧嘞，等较久咧数。阿爸，七早八早就咧受气，你小心火啊压起来，脑筋白球啊！你讲。叫你拖头啦！你等八早就爱甲要酒插。我已经结婚，你搁拔我的头，我是好意甲你提醒呢。恁爸才无遐衰啦，恁爸这火囡仔我真大条，要白无遐简单啦。你歹讲哦！你讲，你看，你最近咧定定咧受气，即摆脾气搁遐大。你若无控制一下哦，无铁卡我跟你讲。你讲，是讲安啦，万一你若火紧憋去哦，我甲阿妹会好好甲你照顾，做你安啦。安妈做啦安，你顾你某都顾袂起，还搁想要这苦闹的，我才无爱相信啦。阿爸，你哪会当安尼讲啦？你拄啊5届食起毛？敢无影想？进前你个水某还未娶入门的时，搭配你着食饭饱，惊洗碗，我着做你选。即马咧，阿妹啊，藏的就好啦，我才收来洗啦。哎呦，听到我家母皮我伫床呀。看你啊，遮尔惊某，你毋惊厝边头尾人讲话啊？阿爸，这毋是惊呢，是听。你无听人咧讲，
疼某是大丈夫，拍某是猪狗牛呢。阿妹逐工要上班，啊，我煮饭互咱食，我摒扫厝内，啊，我甲伊斗相共一个，安尼你搁伫咧食醋？啥物食醋？我是干那，吼，你这个高音哦，迄个喙哦比鸟较咬毒。恁爸啊讲一句啊，你就讲咧十话。阿爸，我比鸟仔搁较有毒，这嘛是甲你学的啊。嗨啊，啊你敢真是遐惊门离开你吼？你这个老狗啊，你有够卑鄙的呢！你哪偷听阮翁仔某咧讲话啊？啊，迄下要啉烧酒醉，啊讲话大声细声，啊我无想要偷听的，目睭困难了。啊，当我咧问你，啊你莫讲。既然啊，甲安尼哦，安啦安啦，我这个媳妇吼，我绝对会替你顾啊好势啊好势。阿爸，你按算要安怎顾啊？袂瘾甲你讲啦，到时阵你就知啦。为你袂请袂去，心水来伊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哇，你用去头前等摕药啊吼。好，多谢吼。阿妹，你药款款的哦，紧赶转去，我主中昼会袂去啊。你放心啦，我脚程足紧。阿爸，阿红姐，我即句来，唔知甲因搅了着无？袂啦，阿红姐，紧食势。这伊也是要来破病人济啦，啊我也无安怎，我徛就好，徛就好啦。阿红姐，啊你今仔日哪有闲头来？我今仔吼运气偌好诶，掠足济鱼了，啊掠这2尾要来钱唔啦？多谢。春啊，你啊这样无闲，真辛苦吼。阿红姐，我爱来说多谢。啊，你互阿梅吼转来诊所上班，你知影无？阿梅吼留我斗3工，互我轻松偌济，你知无？恁老岁多谢啦，应该吼爱感谢阿梅啊啦。你都知咧，阿梅啊，伊啊来遮咧上班啦，啊转去较厝吼，啊都爱花东花西，伊较辛苦啦。这过去吼，我是啊有影较固执啦，啊这是想啊吼，转袂过啦，啊这害阿梅啊歹做人哦。啊，我即摆想想的吼，笑到见笑啦。亲像阿梅啊这种的媳妇，一点电话话都无地找哦。我实在有影食老的老饭店啊我。阿红姐，你莫囥在心内啦。啊，阮阿母的要求吼，啊本来就较阿爸。真正呀，你唔通安尼讲。迄钱哦，拢总吼为着阮平价要设想，迄是我家己也体会袂到。我唔对啦。阿红姐，你唔通安尼讲，唔通安尼讲哈。啊，又安尼讲话，啊这鱼啊长青，啊看因掠了钱安尼欢喜者咧。阿妹，阿爸，啊无你甲我做伙来去好。好啊，阿爸你稍等下，我看一下先来吼。阿妹，我来就好啦，你紧。阿兄无拜托你吼，阿爸。来。啊，我阿爸讲掠鱼仔要来互你啦。钱嘛，啊，哦，这白手哦，偌水咧吼！啊，我知你爱食种鱼啦，啊，今仔处理讨啊吼，啊，你也着新娘，我就想着你啦，啊，赶紧挂头你啦。免车客气啦，亲家啊，鱼啊你掠等去啦。无咯，等我掠啦，那我叫我掠倒去。系啊。可能吼，你无了解啦。那这尔水的这个白手吼，要掠就是真无简单的。即马菜市啊吼，嘛真罕咧看的。我话规矩阿妹啊，啊去抬的啦。啊，一尾落去用吹，啊，一尾落去用煎的。吼，即马阿妹吼，抬鱼啊、煮鱼啊，偌厉害咧！我迄时啊，甲教2步咧，记甲条。即马吼，连我这讨海30外年的，这个讨海人吼，都输伊啊啦。无啦，阿爸，唔通甲讲啊遮好啦。都真哪要紧的，啊，讲互家己的老母听咧，啊，本来你就真巧啊。啊，无你是讲沙卖哈？你这鱼啊吼，安尼掠的，啊，迄水安尼插滴啦。伫咧我迄地方吼，念的吼，惊会翘起来。啊，所以这鱼仔水吼是足臭的呢。迄若滴着地方吼，是足歹清的哦。
歹势，啊，这鱼仔水啊，这滴甲那规个臭土皮拍，阿妹啊，啊无我赶紧吼，掠来走开，啊，歹势啦吼，是嘞。你莫生气啊！啊，阮老母的人，伊的个性较调直，其实吼，伊心肝也无这个意思呢。我听我老母甲你回息了。回息的，应该回息的人是我。我吼，啊，敢真是什么代志啊，拢做袂好势。啊，当然是我来甲海提亲，啊嘛险啊吼，恁老母无答应，遐拢是我唔好啦。但像今日啦，我是好意啊，欢喜啊要留伊啦，啊，吼，啊想袂到这地板那共啊滴甲臭臭皮拍，啊我实在有影吼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啦。阿妹，真实的啦，应该回去的人吼，是我啦。阿妹，你过来不定讲。凭我这个大官哦，实在互你做见识。我跟你讲，处理哦，你就莫搁叫我阿爸。阿爸，亲爱的，哎呦，好佳才睡一起来。啊，若无哦，鱼仔水是足臭臭的，毋知要臭偌久。哎，毋是我咧爱讲啦，啊，若讲到这王啊吼，做代志实在是有影笨骹笨手啦。要掠鱼仔来吼，也袂看一个所在咧。阿母啊，啊，阮阿爸是好意掠鱼仔要来互你，啊，你嘛无必要因为迄水滴着涂骹。你着讲落话去伤着伊。阿妹啊，你即摆咧讲啥？我是讲阮阿爸掠鱼来互伊，你不来说多谢无要紧，我天天要甲伊嫌。你嫌伊笨骹笨手，毋过我看阿爸咧剃鱼网的时阵，伊迄个手是咱查某人拢无法度比，你知影无？无你即摆是咧甲我教心？阿母，阿母，我袂当。我是感觉讲哦，咱做人外头毋通遮尔笨。虽然阮阿爸是讨海人，也毋过讨海人嘛是人啊。咱爸妈拢是食共款味大汉，哪有在分官家啦？莫搁讲啊！人的身份毋是看外表甲只要咧分别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自尊。阿母，咱会使随便你看轻别人吗？我叫你莫搁讲啊，你是无听是无？你若就来讲我即个阿母吼，无事当换你做好无？阿母，我目睭内当然嘛有受益啊，你是我的阿母，也毋过阮阿爸，伊是我的大官，阿母，我拜托你莫看无起伊，好无？你是咧讲啥？阿母，一生只爱伊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你是咧讲啥？你才跟伊骗教偌久尔？你即摆来替外人讲话哦？实在有够枉费啊！枉费我请你10几年。阿母，我毋是听讲要甲你生气，也毋过，莫搁讲啊啦！人讲嫁出去的查某囝，就敢若泼出去的水。这句话有影无对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。阿妹啊，你还搁咧无闲哦？阿巧，遐济啦。阿妹啊，拄则吼，我伫港边仔有拄着王伯啊。你有对阮阿爸呀？啊，伊看到我吼，啊，什么话拢无讲啊，啊，只是吼，伫安尼嗨头啦，吐大气。啊，我从来都毋捌看过王伯啊，遐尔啊有足过啊。
我心内吼实在袂放心，毋则找你来问看卖的。啊，王伯啊，到底是安怎哈？拢是我啦，拢是我引起的。阮阿爸心里有遮尔歹，所以我是拢是因为我。其实我嘛知影，阮阿爸一直拢对我这个身边，一直拢足顾我。阿妹啊，啊是大人吼，有的时阵吼是较会老操烦啦，啊有的时阵吼嘛较会细细念啊。啊，毋过我相信王伯啊吼，伊无啥物歹意啦。啊，咱做事做吼，只要会当了解伊是内咧想啥，啊事事项项吼，拢尽量顺伊的伊去做，安尼伊就足好斗阵的啊。啊，人毋是讲吼，老人囡仔性，就这意思啊。搁阿 Q 啊，不管我哪做吼，阮阿爸吼，伊拢袂欢喜嘛，袂介意。王伯啊，以前就足好斗阵的啊，啊，即摆变甲遐尔奇怪，一定有啥物原因啊？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哈？你毋是讲过，咱是好朋友啊？啊，假使你若会当相信我吼，你甲代志讲互我知影，啊，咱到底想看觅吼，有啥物办法来解决嘛？好无？啊，着阮阿爸甲阮阿母，因两个人本来心内就无啥有爽快。啊，其实阮阿母吼，伊个人是心肝真软，暗过个喙吼，较硬一些啊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定定讲话拢吵着阮阿爸。啊，在阮阿爸会感觉讲，咱袂输阮后头厝较有钱，啊，咱袂输定定摕钱来甲压。啊，当然阮阿爸心肝内嘛会无欢喜。啊海啊，嘛有去甲阮阿爸解释过啊。但是哦，不管阿海安怎讲，阮阿爸嘛是拢袂了解啊。阿妹啊，你莫烦恼啦，我会找时间吼，好好考劝王伯啊，叫伊吼莫遐尔想袂开啦，好无？阮阿爸吼，伊即边是真正切心安尼。伊今仔跟我讲，叫袂使叫伊阿爸。啊。阿伯，哎呦，你是安怎啦哈？你莫乱打我。哎呦。哎呦，你是毋是有心啊？阿妹啊，恭喜哦！我甲你添茶啦哈。啊，你有新的代志吼？阿海啊，甲王伯啊，敢知影？哈？哎呦，哎，唔应该吼，紧甲这个好消息甲因两个讲才对啊！啊，阮阿爸即摆心情遮尔歹，我是要甲伊开嘴讲这项代志。阿妹啊，王伯啊，一定哦想要抱孙呢。啊，你即摆有心啊，王伯若知影，一定足欢喜的。啊，毋过我即摆还阁无心理准备呢。哎呦，啊生囝本来就是咱查某人的代志，啊，搁爱啥物准备啦？阿 Q 啊，啊我若家一个人，有啥物代志我家己来承担就好啊。啊，等即摆我加一个囡仔，其实我足烦恼的。你足自私，你安尼做，拢是为着咱林家。虽然你叫阿妹一声查某囝，啊，不过你的心内根本就无拿阿妹当作是查某囝。你甲我倒来！今仔代志变到这款地步吼，是恁爸仔囝家己做得来哦。你莫怪讲我心肝凶。啊，你甲先生娘吼，一个是伊的大官，啊，一个是伊的养母，两个拢是伊上亲的人呢。啊，你两个人的想法，伊拢爱顾，伊的心内是偌痛苦，你敢知影？唔管恁老母哦，伊是安怎做决定啦。伫我心目中，你永远哦是一个好媳妇，上好的媳妇。王伯啊，你哪会当安尼讲啦？你讲这种话吼，袂输要拆散伊翁仔某，你敢真正忍心哦？阿母，我拜托你，你莫带阿妹走好无啦？拜托。哎呀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我对阿妹是真心真意的，我替我家己跪，嘛替阮阿爸跪，求阿母讲这个机会好无？我愿意用最大的力量来弥补阿妹，让阿妹幸福，拜托你阿母。
天光，不敢起床，不愿将梦拍断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想阮，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梦阮？为你袂食袂困。想阮，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梦阮？为你袂食。